Auntie。OK，我叫 Haryanti，而家33歲啊。我結婚，我一個仔。之前我做嘢係香港4年，照顧老人家當小朋友。我識煮中國餸、花檔、番茄炒蛋、炒麵、炒粥、做飯、當清雞嘢。係。OK，我問下你，之前你照顧幾多個人啊？2個人啊。邊2個人啊？兩個人。2個係邊咩人啊？係啊，2個人啊。公公同婆婆啊。公公婆婆係咪健康啊？識唔識行？自己行？婆婆冇行啊，如果公公慢慢行。哦，婆婆公公冇得。哦，婆婆冇行。冇行啊？咁唔落床去公園都唔去啊？平時啊，平時一個月兩次啊，平時一個月2次。如果爸爸一個月唔知啊，一個月唔知做運動，我帶做運動啊。如果爸爸你使唔使？哦，你叫佢爸爸嗰陣時，叫公公做爸爸。係啊。媽媽同爸爸。小姐我要講公公啊，小姐講啊，爸爸啦，你講啊。係啊。係。你有冇幫公公沖涼啊？仲有係啊。哦，婆婆咧？平時我係。公公婆婆都要幫佢沖涼啊？係啊。你有冇同婆婆傾偈啊？平時？我係用咩嚟㗎嚇？輪椅。用輪椅。用輪椅。唔係，你有冇同婆婆傾偈啊？婆婆識唔識講嘢啊？冇識啊咁樣啊。識啊咁樣咋？OK。咁公公有冇同佢傾偈啊？係啊。咁就講啊，你個食飯啊，阿爺食飯啊，我到我啦。我要食飯啦。哦，佢就嗌你講嘢，跟住你就去煮飯。係啊。邊個買餸啊？邊個煮飯啊？我自己啊，買餸煮餸我自己。哦，你一個人搞掂晒。係。哦，好啊。公公婆婆中意食咩啊？佢哋食粥。唔知啊，食粥啊。我中意食粥啊。食粥加青。係。